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摆来锻炼圣诗，圣诗226首。这是咱今仔礼拜一开始，咱特别来学罗上帝圣诗。咱着感谢上主至大。来。来，咱着感谢上主之大，做咱拯救作伴，大家着来甲伊面前出声乐无停，万主的主之大，上帝也过世间一切，关山深刻的手中，伊是万能的王，有海大地是创造，咱着恭敬无路，归伫创造的主面前，恭敬拜恳心，因为伊是做咱上帝是阮的高万世，咱是有阮做伊行日，受伊照顾有志。好，这首较悬啦吼，咱较无熟，所以拄拄仔来练一下，应该还好算短短啊。主要咱咧吟诗的时阵，一定爱将歌词唱啊清楚，迄歌词学了上帝，啊，搁互咱家己会当来体会。啊，有诶是反省，有诶是忧伤，诗歌就是安真好，对咱的即个真好诶帮助。啊，第二首是要回应诗。回应诗今仔日牧师会讲到保罗，啊，保罗伊的题目是迄个蒙连续的罪魁，就是蒙怜悯的罪魁。保罗讲伊是罪魁，但是伊就是领受主耶稣显现对伊真大的即个帮助，啊，互伊成做新创造的人。所以伊顶头时以后，伊就专务一项代志，就是传福音。互咱伫使徒行传甲保罗的批信，拢会当看见保罗甲伊的同工。啊，保罗有即款的改变。我就早时迄个司提反，迄个殉道的时阵，保罗还搁伫伊边啊，所以即个情景伊真清楚。啊，搁迄个时阵彼得，啊，搁约翰、腓力拢做足好的工，我想伊拢有听见足好的见证。所以保罗的决心，所以咱以后保罗伊讲伊是迄个主耶稣所敬调的使徒，所以咱特别来回应。迄个上天顶已经大开恩典的门，啊，咱今仔坐伫遮，咱是足有福气。但是还阁侪咱的亲情朋友伫外口的人，因还阁无领受即个恩典，所以咱的任务就是爱甲保罗宣教师共款。有机会就会当甲咱的厝边会当分享。所以今仔讲道，你若看周报，牧师的讲道大纲上尾啊，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啊，你用今仔日的经文，你是毋是会当用3分钟做你迄个个人得救的见证？啊，有去甲人传福音、分享你的见证的人，请举手。我今要分道，哪无人？这2个，我讲问一遍。你伫你的生活中间，有去甲你的亲戚朋友有去传福音的人，
请举手。好，无要紧。啊，恁若袂晓，我教你。哦，咱迄个算术哦，有迄个加、减、乘、除，很清楚嘛。啊，我现在也教你这个4个细的迄个 symbol。第一个就是爱心，爱心大家知影嘛？第一，你会记个传到你要个人传道3分钟。第一个就是爱心，爱心的意思就是上帝疼我，耶稣疼我，会知无？啊，第二个记号就是除法的除，除法的一个横线，啊，上面一点，下面一点，这个横线就是人性的罪恶，把我们跟上帝隔开了。哦，所以你要个人传道，个人要见证的时候，第一项代志你都要分享上帝安怎疼我，耶稣安怎疼我，所以你就要甲讲，我因为世间人拢有罪，所以咱甲上帝隔离，所以若无我靠，第3个就是十字架，就是加，得到主耶稣的救赎，咱会当主耶稣帮咱，互咱会当得到救恩。啊，第4个就是问号。哦，问号就是你做见证以后，你讲我已经接受主耶稣，啊，你问你的朋友讲，啊，当你即摆你是毋是要跟随主耶稣？他如果要，那最好；啊，不要也没有关系，你已经跟他传了。哦，所以啊，若即4个，所以若3分钟哦，除以4，差不多一段你讲45秒就好。我伫去年10月，我有去巴尔干旅行。啊，有熟悉一个少年人，阮2个讲话非常投机，所以伊伫今年有甲我联络几啊遍，啊，甲我请教一寡代志。啊，伊也对基督教真有趣味。啊，我甲伊咧拿啉咖啡的时阵，我拢总甲伊讲90分钟，哦，对旧约讲较深入，因为伊也足趣味的，伊也爱问。啊，但是千万毋好袂记的。你要讲3分钟、30分钟，还是90分钟、60分钟？甲上尾啊，你一定爱会记个甲讲，耶稣疼你，咱是罪人，主耶稣已经拯救咱，你有要跟缀耶稣无？哦，所以这是咱真好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哦，所以咱即摆来回应这首诗。来。来，天灵大开，阮等的梦，来明眼光就出来。这光是主世界的光，显明救主大人间，只大救主不强运费，这梦真正为我大开，为我。这梦为我大开，下罪门灯显示大开，万国万人着亲近，无论路有民间富贵，日来的主下垂运，只大救主不强运费，这梦真正为我大开，为我。这梦为我大开，咱着予他
这门为我大开，我着甘愿被主世界已经给好就帮的定旨天下条件上帝，何老主高万世，期待求主不强恩惠，这门为我大开，为我。这门为我打开，这个门已经为咱大开，但是咱足侪亲戚朋友爱邀请因入来，咱联系到这。今仔日是月献奉献主日，请准备，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我甲恁讲，海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呢，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99个义人毋免反悔，搁较欢喜。三角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226首，圣诗226首，请起立。
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勒多进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俗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诗篇1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戆人心来讲，无有上帝。上主对天压落看世间人，因拢歪错，一概变做误话。做歹的人，点拢袂晓得吗？因伫遐大大惊吓。恁互送向人的计谋变做见笑。愿以色列的拯救对失安出。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极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阮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保守甲看顾，无论阮经过何事，你拢无离开阮。感谢你赐阮平安。阮今仔日才有法度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听你的话，得到你的恩典。主啊，我要学乐你的性命，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掌管万有的主，你的智慧无人会测度，你的大权能无人会相比，你的疼痛亲像海遐尼深，你的怜悯逐日拢是新的。我要学乐你，你是阮的石盘，是阮的救主，是阮永远的盼望。总是主啊，阮也要诚实来承认阮的软弱甲罪过，阮的心常常偏离你，追求世间的享受。伫无闲烦恼的时阵，阮常常袂记得你的话，照家己的意思行。阮有时自私自利，无顾别人的需要；有时喙讲出互人伤心的话，心内怨愤，无愿意原谅别人。有时阮的喙在讲信仰，行为却无照你的真理来行。伫你的呼召面前，阮有时丢除，无够信心。有时骄傲自大，无谦卑顺服你的旨意。主啊，阮是罪人，无完全，也无够忠心。有时阮误用你的恩典，甚至违背你的诫命。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拢有犯罪，亏欠你的荣光。阮愿意悔改，重新仰望你的慈悲，求主失落怜悯，互阮有谦卑，阁有勇壮的心。通点伫你的真理，将家己交予主使用。主啊，阮感谢你的带领，引带阮伫礼拜中甲你相拄，跟对你的脚步，结连伫你的心意，互阮逐日拢会当活出你的荣光。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有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到17节，伫台语汉语本239页。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到17节。我感谢，互我有气力的，就是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掠我做尽忠，设立我做妻婴。我前是放毒的、困毒的、武慢的。总是我即号所做的，是出自毋知毋信，才得到怜悯。搁咱的主的恩典是极外丰盛，互我伫基督耶稣有信有听的心。有一句话通信、通交装接纳的，就是基督耶稣临到世间，拯救有罪的人，其中我是第一派。若是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第一派的人显明伊一切的吞忍，来做后来信靠伊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愿尊贵、荣光归伫无毁坏、看无着、万世代的王、独一的上帝，到代代无尽。阿门。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得到怜悯的罪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自咱细汉开始，咱定定爱去读人的自传，不但会互咱搁较认捌即个人，并且有的自传嘛鼓舞激励咱。毋过老实讲，也有的自传实在毋值得咱开会时间去读，因为规本的自传就是伫遐分家规，讲一寡伊家己的丰功伟业。另外，即个自传的真实性嘛需要互检验。有的人想要塑造家己英雄的迄种形象，就当做一篇小说。亲像有一本册叫做《破碎的记忆》，作者伊利用犹太人互迫害的即个真敏感的话题，假造家己是一个犹太人，描写家己安怎努力伫集中营生存。出版了后非常受到欢迎，毋过后来互发现，伊是一个互收养的即个瑞士的囡仔，其实伊根本无去过即个集中营。前一阵仔，咱的台湾嘛发生一个新闻，就是一个高中的毕业生提出来的真实的文件，互人惊为天人。因为伊太过优秀啊，所以互几啊间的学校来录取伊。毋过后来伊交出去的学习历程，其中的一点，较互发现是造假的。最后嘛，互取消即个资格。所以自传应该是非常真实，伫呈现家己原本的模样。但是为什么会有人会想要去造假，也是编故事咧？因为安尼才会受欢迎嘛，安尼才有市场嘛。咱想看卖，若亲像你甲我即种真平凡的人，咱写出来的物件，敢有出版社想要去出版？无可能。因为无人想要去编即种无真平凡的一个人的册。毋过，若是原本一个食毒的罪犯，也是伊是伫战争中间生存落来的人，也是伊是一个孤儿，也是原本伊非常的丧乡，但是经过伊非常的努力，伊规个人生改变啊！哇，即种册就非常的受欢迎。但是今仔日咱要所讲的见证，甲自传就无共款啦。因为见证无需要受人的欢迎，自传是用我来做中心，列出我即个人我一生中间种种的功业。但是见证毋是要为着要互人认捌我，见证是要互人认捌改变我的迄位上帝。所以做见证的焦点是上帝，重点是放伫上帝安怎互我经历伊。也因为安尼。见证毋是伫写我努力做出什么改变，是咱爱去想上帝安怎伫我的内面伫改变我。所以基督徒应该定定爱做见证，因为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拢经验着上帝不时的引带，所以咱的见证袂当一直停留伫咱得救的迄个时刻，也是30-40年前的某一个事件。咱应该对上帝安怎帮助我、启示我来保持敏感度，然后找出生活中间会当见证上帝伟大的事件。咱若有注意周报，伫2月中的时，卫讯长老有分享一篇的文章，叫做《外送员奇遇记》。
我感觉就是一篇非常生活化的见证。咱定定伫享受外送员、Uber、Foodpanda 这外送员的服务，但是谁会注意到，甲即个外送员直接的过程会有啥物信用的想法呢？但是伫伊分享的文章内面有写，迄时我对耶稣的教导有全新的认捌。马可福音12章31节提到，爱听人亲像家己，但是听人亲像家己爱做到啥物程度，我无啥物想法。毋过现在我有一个体认，伫服侍上帝、服侍人，我应该爱做到我家己无任何的遗憾，也爱互我接触的人，也因为我得到喜乐，甲对上帝来的稳定。所以咱看见拄到一个外送员，不但互伊产生一个新的想法甲行动，并且嘛鼓舞所有看到这篇见证的人。哦，原来我嘛会当对我生活中间这大事小事来体会上帝的教示，甲上帝的听。所以安怎做见证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伊会互咱的性命不断的换新，并且嘛互看见也是听见的人得到鼓励。所以今仔日咱要对这段经文来学习，怎样来做见证。经文一开始是保罗见证的前言。伊伫遐讲，我感谢互我有气力的，就是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掠我做尽忠，设立我做车英。即句讲，互我有气力的，这是过去式的语法，就是伊感谢是过去迄个手术互伊气力的。所以保罗伫遮感谢讲，过去主耶稣是安怎伊显明。也是主耶稣安怎启示伊会安尼的事件来献上感谢。所以咱一想到的就是安怎，伊伫大马色的迄个路里，伊拄着耶稣。原本伊按算是要去掠基督徒的，无想到伫路里耶稣伊来显现，佮甲伊讲话，即个呼召就成做伊的气力。另外，这嘛互咱看见。保罗知影，伊互耶稣呼召，毋是伊的才调，毋是伊有高的学历，是因为伊尽忠。虽然咱的好学本尽忠翻做是通信任的，这看起来是两个无共款的字，但是这拢是伫形容一个人真忠实、可靠、值得信任、值得交付互伊任务。所以经文头一节，互咱看出上帝的理路。甲世界是完全无共款的。伫世界，因为你有能力，所以即间公司才会聘你；因为你有共款的经验，所以头家才会信任你。但是上帝国毋是安尼，上帝毋是因为咱合格甲呼召咱，伊是看咱敢有尽忠。尽忠是服侍主上基本的要件。一个人若毋愿意尽忠，伊安怎阁有才调？嘛无路用。另外，尽忠的意思是啥？毋是自我主张，毋是我想要做啥就去做啥，是主安怎讲，我就安怎行。一个人若尽忠，上帝才会将代志交付互伊，才会伫呼召伊、服侍伊的过程中间，慢慢啊塑造伊。所以基督徒毋通讲我袂晓，我无资格。来逃避服侍，因为信仰的起头毋是有资格，是咱敢愿意交出咱家己，忠心来互上帝使用咧。所以接续这段经文就是保罗见证的内容，咱会当将伊分做3个部分来看。首先，保罗伫遮形容伊的过去，我前是谤毒的、困毒的、污慢的。谤毒就是讲伊诽谤上帝。谄媚上帝。保罗过去是教犹太律法的先生，所以伊对耶稣因为敬畏上帝、疼人，有时做出这种违背犹太教条的代志，伊非常的反感。困毒是用具体的行动来攻击基督徒，武慢是自高。保罗看耶稣不过是一个出来乱的乱党。虽然看见保罗前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一个用权势来对敌基督徒的人，安尼人哪有资格会当来得到稳定呢？
但是咱看见信仰就是遐尔奇妙。互保罗改变的，毋是刀，嘛毋是枪，嘛毋是强迫，嘛毋是用利益来引诱，是耶稣温柔坚定的呼召。保罗伫《使徒行传》26章有描写讲伊安怎甲耶稣相拄的迄个经验。伊安尼讲：我听见有声用希伯来的腔口对我讲：扫罗，扫罗，你啥事困着我？你用骹踏擦是艰苦。我讲：主啊，你是一谁？主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总是你着起来徛。因为我标的对你出现，要设立你做车因、做干净的，伫你所看见我，甲我所要出来，互你看的事，救你出即个百姓甲外邦人的手，就是现今找你就近因的，来开因的目睭，看因对暗，活转到伫光，离开撒旦的关系，来归向上帝，对神，我来得到赦罪。阁得到基业伫正信的人的中间，咱看见耶稣甲即个原本叫保罗的扫罗安怎讲？扫罗啊，扫罗，你用骹去踢迄个刺是艰苦的。可是耶稣知影伊的内心是艰苦的，所以耶稣无责备伊，耶稣是指出伊内心的艰苦。耶稣真温柔伫呼召。呼唤迄时要叫做扫罗的保罗，耶稣呼召即个原本是要去掠基督徒的即个歹人，耶稣呼召伊，成做一个对魔鬼的手中偷放人的灵魂，互人认捌真理的使者。所以耶稣对伊的出现，改变保罗的一生。其实伫教会历史，也是你甲我的生命中间。有类似的经验不时地出现，这嘛是 John Newton 伊会当写出情我失丧、打风吹花安尼歌词的原因。过去伊是一个贩卖人口的歹人，伊定定对基督教嗤之以鼻，甚至伊自夸伊家己是亵渎上帝的人。但是伫23岁一届的海难中间，死亡甲伊面对面。伫大海中，伊什么法度嘛无，伊敢若会当呼求上帝：上帝啊，怜悯我！如果我会当安全上岸，我要过一个无共款的生活。一个虐待奴才、贩卖人口的歹人，后来成做传道者。并且写出这首世界有名的《奇异恩典》。真侪人拄到的呼召是非常的奇妙，是人无法度想象的。保罗哪会想到讲，伊伫掠基督徒的路里会听见耶稣的呼召？John Newton 哪有想过，伊遐尼有经验的一个航海家，哪会拄到一场，互伊惊吓到毋知影要安怎办的海泳？所以，上帝的行事、上帝行事是超越人的想象。嘛，因为安尼，保罗讲出，总是我即号所做，是出于毋知毋信，才得到怜悯。虽然伊伫毋知毋信的过程中间，做出迫害耶稣、迫害基督徒的代志，总是上帝怜悯超越人的计算，甲因果的关系。这互咱看见上帝的主权。另外，保罗对过去的描写，伊家己的描写嘛，互咱感觉足大的提醒。伊对原本的犹太信仰非常热心、热情，总是伊无知，伊毋知影真理是啥，所以就带来伤害。所以咱会当想，一个人若敢若有热心，但是伊无真理，也是伊无热心，但是伊真有真理，这拢非常的危险。伫顶礼拜的下晡，我接到一个伫南部的朋友的 line， 伊伫遐感叹讲，伊所参与的教会已经行往世俗化。伊安尼写：
伊讲最近有一寡牧师提出，建议教会毋通强调分别做圣，也是认罪悔改，以免惊走遮个毋是基督徒的人。嘛有真侪会友建议教会的礼拜讲道尽量生活化，毋通讲太侪圣经。有牧师讲，圣经内面的诫命是讲互门徒听的，毋是要求一般的平信徒去做的。嘛有圣人主日学的同工讲，圣经的教导敢若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无人做会到，所以听听就好，无需要在意。这是伊参与的教会的教导。这间教会听起来有满腹的热情，因想要向社区传福音，所以尽量莫讲到罪，莫讲到悔改这个议题。但是兄弟姊妹，罪、悔改就是咱信仰的中心嘛，哪会当无提起咧？虽然看见热心，但是无知，敢若会带来破坏。所以真正的热心，一定爱受真理的引带，一定爱互圣神来管辖，才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所以对保罗第一段，伊的话，咱会当开始来组织咱家己的见证。第一步就是请咱来想看卖。我前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总是上帝安怎施落伊奇妙的恩典伫我的身躯顶。所以保罗讲，伊前是一个迫害困着耶稣基督的人，总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引带伊、改变伊。所以这是见证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描写咱所领受的恩典。我想每一个人体验的恩典拢无共款。亲像保罗伊形容就是，搁咱的主的恩典是极外的丰富，极外的原文是过头伫顶面 over， 也是搁较侪 more 这两个字组成的。所以保罗伫遮形容伊体验到主的恩典是做甲满出来。照保罗信主以前，伊对基督徒所做的代志。伊实在不配得到恩典，但是耶稣毋是叫伊做甚物，做偌济来享受伊恩典。耶稣的恩典，互伊的恩典是超越世界标准所设立的安尼一个公式。什么是世界的公式？就是非常合理，无多嘛无少，会当计算出来。亲像讲，我若付出偌济时间。我就应该趁偌济钱，若毋是安尼照我的期待的，这就是吃亏，这就是无合理。咱人习惯将这个利益放伫所有代志的头前来计算，但是恩典毋是安尼在计算的。保罗讲，伊所经验到的是一种无合理的方式，是一种突破公式的恩典。所以这嘛提醒咱，毋通将上帝恩典当作是利益的交换，嘛毋通将恩典是当作是懒散，嘛毋通将恩典当作是会当计算的这种暴力。因为上帝要互咱的是极外的丰富，是 over and more， 哈尔丰富的恩典。互我伫基督耶稣有信有疼的心，咱敢会记得保罗伊头拄仔是安怎形容？伫毋信、毋知的中间，所以伫遮伊讲，互我伫基督耶稣有信，即个信是对照伊以前伊对耶稣的放毒，伊对耶稣的愚昧，伊对耶稣的毋知毋信。伫遮讲安尼恩典，互伊有疼的心。这个疼的心嘛，对照伊进前困着基督徒、迫害基督徒，所以互我这个字，互咱看出对上帝有信心，对人有疼心，毋是白白生出来的，是咱爱踮伫耶稣的内面，才会当产生的。
伫咱8月31号150周年纪念音乐会，如何丈量我们的时光，以爱衡量？其中有一出几位长老甲青年伫遐演出的音乐剧，讲咱的教会内面有侪有疼心、有信心，而且信用真辈的故事。因安怎留落好的脚印，互人要非常的笑脸。这前辈敢是生落来就哈尔有信心，哈尔有疼心咧？我想无人是安尼。但是因为主的恩典、格外的丰富，做到满出来，所以互因虽然伫困难的环境中间，要会当生出迄个信心来坚持上帝，要会当生出迄个疼心来照顾真侪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咱毋通干那看这个公营的历史，咱嘛应该继续行进前，互后一代的人嘛当看见咱伫耶稣基督内面所生出来的信心甲疼心的行动。所以接续就是保罗见证中间上重要的内容。但是伊要讲即句进前，又补充一句，即句话通信、通交传接纳的。其即句话毋若是出现伫遮尔，嘛伫其他教牧的批信中间。所谓的教牧批信，就是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前书、后书、甲提多书这3本册，叫做教牧的批信。即句话伫教牧的批信拢总有出现5摆，所以真侪学者认为，即句话是教牧批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保罗要用即句话来带出一个真重要的教义，也是一个信念。所以保罗的意思伫遮讲，即个话通信。值得完全接受。我以下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恁着注意哦，恁并且爱会记哩哦。保罗爱咱会记哩是啥物的话？就是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保罗毋是要创造一句的口号尔，这是保罗的见证。是伊亲身经验着上帝、耶稣基督救赎的安尼一个经历。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本来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为着咱来到世间，来到这个原本毋是伊应该来的所在，真做甲咱同款有血有肉的人。甚至为着拯救咱遮的罪人，伊嘛承担原本毋是伊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上十字架，互人当作罪犯来受死。伊原本会当莫做遮个代志，但是伊知只有安尼，人才会当脱离魔鬼的管辖甲陷害。兄弟姊妹，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即句话是咱信仰的中心。但是，咱敢真正相信？咱敢真正完全接受咧？会安尼问，是因为有人认为，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赫尔无好，耶稣一定会拯救我。安尼的人活伫恩典的内面，但是无体会到伊的罪已经互赦免所带来的喜乐甲平安。报道家施布真牧师伊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因为一直无法度确信家己敢会当得救，感觉非常的烦恼。有一天暗时，伊做一个眠梦，伊梦见家己徛伫天堂的门口，伊看有一个队伍高举胜利的旗仔，伫遐喙伫遐唱诗歌，非常整齐对伊面前行过。这个人行过天堂的大门。哇！入去这个天堂的时，马上有一阵的音乐车响起来欢迎这个人。这个人就问天使讲：这个人是甚物人啊？哦，因是上帝的先知。啊！这个人想着讲：我也毋是上帝的先知，我是要安怎入去咧？啊！伊深深吐一口气。过无偌久，阁有一个队伍来啊！这个人身躯穿白袍。
喙像荧光的丝瓜，嘛行入去天国的内面。哇！天国内面嘛响起一阵欢迎的乐声。这人问天使讲：啊，因是啥？天使回答讲：因是使徒甲传道者。啊，这个人佫较艰苦啊！我袂晓传福音，我应该无法度入去啊。无偌久，佫有一队的人入来，这个人手提樟树枝进入天国。天使回答因：这个人是顺道的人。哇！这个人佫较失望啊，因为伊从来毋捌为着福音来牺牲过。后来，伊看见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内面呢，就是犯罪的人，有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有迄个甲耶稣同顶伫十字架迄个强盗，有暴君马拿西，以及其他的罪人。伊想讲，即群人绝对无法度入去天堂吧？但是，当即群人行到门口口，天国的门大开，全天庭齐声欢迎，甚至响起比进前搁较响几啊倍的安尼乐声。这个人非常的戆领，天使甲伊讲，这个人拢是大罪人，总是拢互耶稣的恩典拯救啊！伊听了后，总算明白。伊大声伫遐喊话讲：感谢上帝！现在我会当甲因做伙入去啊！兄弟姊妹，恁若要伫怀疑家己敢会当得救，请恁毋通阁怀疑啊！因为耶稣基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绝对是通信，绝对是通接纳的。因为这是侪人因的性命来做见证的。最后，保罗回顾伊的信仰，有一个深深的体悟。伊讲：其中我是第一派。我是讲的，毋是过去的迄个所罗，这是现在式。保罗讲：虽然我得到恩典，我要感觉我是罪人中间迄个上大上歹的迄个罪人。保罗毋是假谦卑。实在，伊太过认捌家己，伊太清楚伊过去做的代志。但是，伊甲永远看家己袂堪得到恩典的人无共款。保罗无继续派着即个重担停留伫原地，伊是感谢耶稣的救恩，并且用安尼的感谢来跑走头前的路。其实，咱想看卖，保罗这段见证，伊其实会当停留伫。耶稣基督降临伫世间，要救有罪的人，句号就好啊。但是伊继续提到讲，其中我是第一派，这互咱看出一个跟对耶稣的人，无因为恩典就袂记得伊以前是一个甚物款的人。我想咱伫任何伟人的自传的内面，绝对袂看见即个人，伊写出讲伊家己过去还是现在的过失。咱嘛袂伫别人的见证的内面，也是咱家己的见证的内面，看出遐尔真实，会当坦诚家己要需要恩典。我是第一派的人，我要需要恩典。因为人的见证定定停留伫最后我成功啊，用一种加工过的完美的版本来成做咱家己的结论，我成功啊。但是保罗的见证，甲互咱看出一个好的见证，毋是要互咱看出咱偌厉害，是要互咱看出上帝的怜悯。最后，保罗进入伊见证的结论。保罗虽然讲其中我是第一派，毋过若是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第一派的人显明伊一切的吞忍。来做后来，信靠伊得到永远活的人的模样。伫遮，互咱搁一摆看到一个句型：我是一个甚物款的人，哈尼啊歹的人，总是耶稣基督怜悯我，搁出现啊！伫即段搁出现啊！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讲，虽然我哈尼啊歹，但是耶稣怜悯我，无照我过去我所毋信、毋知的事所做的代志来报应我。
伊互我会当成做所有罪人拢会当得救的模样。所以即个模样，毋是讲，我保罗真敖，所以恁爱对我来学习。即个模样的意思是讲，我会当得到一个耶稣基督的拯救，我是一个见本，我是一个样本。恁看到我，就知影讲，连我即种歹人，拢会当得到永远活的物，何况恁？所以恁毋免烦恼，恁嘛一定会当得救，恁毋免怀疑。照保罗伊的经验甲学问，伊绝对会当成做教会界的偶像，受人的尊重。但是伊无食即套。伊仰望的是人会当透过伊的经历，聚焦伫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无将眼光归伫家己，伊仰望的是人透过伊的经历，会当来看见耶稣基督。所以伊安怎来做即个结论？伊讲：愿尊贵眼光归伫未毁坏、看袂到万世代主独一的上帝。到代代无尽，阿门。伊最后将即个见证的最后是归荣光上帝。伊知影伊会当变做现主时的保罗，是上帝，是耶稣基督的人面。所以今仔日看即段经文，不但提醒咱做见证，会当帮助咱家己去算效上帝恩典，并且嘛，互别人会当看见上帝。所以，咱着随时准备好安怎做3分钟的见证。咱会当用30秒的时间讲，过去我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也是过去我有什么款的想法。第2点就是讲，总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我这个有罪的人，也是讲耶稣基督的恩典，互我对伊有一个新的体验。第3点就是，仰望我一生会当荣光主。互人看见主伫我身躯顶所显明的恩典，我相信，当咱随时做好安尼一个见证，做见证就袂阁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透过你亲自呼召保罗，互伊会当今仔日伫即段经文来仰望，来做出一段伊生命改变的见证，互阮看出你奇妙的恩典。安尼恩典毋是要救有关系、有学问的人，安尼恩典是要临到所有的人，无论伊有关系、无关系，无论伊是真悬的学历，也是无学历，主你拢要拯救。主恳求你透过这段保罗亲身的见证，搁一摆来鼓舞阮。主，阮得到恩典，阮是得到赦罪恩典的人。主总是也互阮有勇气，会当将阮得救的恩典。搁一摆来分享，互阮四周围的遮朋友，因为遮朋友也需要恩典。主恳求你帮咱，互阮会当对即时开始，随时对阮的生命生活中间，想出阮会当伫倒位来做好的见证，并且做好的准备，来成做是一个随时会当见证你荣光的人。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有一句话通信、通招装接纳的，就是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其中我是第一派。提摩太前书1章15节。有一句话通信、通招装接纳的，就是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其中我是第一派。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36首，圣诗536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高祖安长老、曾启阳长老、徐伟勋长老、林婉莹执事、曾玲仪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起立。消息报告：第一点，上联团契定9月17日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联习上联主日献诗的诗歌，请客友参加，备有午餐。第二点，本教会出身的刘润平牧师，今仔日下晡3点半要就任三角埔教会第7任牧师。欢迎兄姐前往观礼，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职更正。周间聚会甲后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嘛为着咱的集体来秀芬来祈祷，吼，伊的爸爸伫9月初9伫困眠中间来过身，吼，咱嘛恳求主安慰伊。啊，伊伫9月20号要伫屏东举行告别式，吼，咱嘛为着因的全家来祈祷。虽然因拢毋是基督徒，总是咱若是为着秀芬会当伫基督徒，毋是基督徒的家庭中间，也会当做好的见证来祈祷。咱即时咱来为着世界、台湾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主的保守，也为着建长的事工，恳求主会当帮咱，互咱伫上帝的带领甲修正的内面，会当行往伊所喜爱的道路。咱嘛为着咱种种的遮教育事工，也是宣教的事工、社区的事工来祈祷。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余文来祈祷，恳求主保守伊甲伊巴肚内胎。啊，为着带院的卢黄明月姊妹来祈祷，恳求主嘛安慰伊的心。
保守伊的身躯，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临水长老、美莲姐、幼春姐、公鸡姐、道明兄、淑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生兄、以礼、明理姐、阿菊姐，咱开喙为着遮机体，为着遮事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的保守，互阮会当平安经过一个礼拜。过去一个礼拜，无论阮有啥物款的经历，阮拢感谢你，因阮相信所有的代志拢有你美好的带领甲意思。阮为着每一件发生伫我生命中间的遮个事献上感谢。主也恳求你保守帮赞，互阮伫祈祷的事的顶面，也搁较侪的体会，互阮将万项事拢带到你的面前，毋但为着家己在祈祷。阮嘛会当为着阮四周围有需要的人伫遮来祈祷。主恳求你来保守阮遮个机体，特别身躯病痛久久的遮兄弟姊妹，恳求你赏赐互因教业的稳定，帮助因，互因伫病痛中间以后会当有信心，知影上帝你时刻甲因同在，保守因。上帝你无弃杀因，上帝你伫因的身躯边在帮助因。主也恳求你保守遮个家庭，互因伫病痛中间，也会当有较侪对你来的疼，会当来照顾陪伴因的厝内人。主，阮也要为着拄着死失的遮个家庭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秀芬也是美芳姐这两个家庭。虽然因拢伫无信的家庭中间，总是因受你的警调，因诚做基督徒，所以阮相信安尼的姊妹因伫受苦。伤心的时，阮遮个机体嘛，甲因做伙伫遐伤心受苦。恳求主你安慰因的心，也保守因伫遮个准备丧事的过程中间，拢会当有上帝你甲因同在。主也为着住院的卢妈妈来祈祷，恳求主你继续看顾伊的身躯，保守伊，互伊会当有信心，也特别透过院幕部的祈祷，互伊会当明白你。主，阮也要为着语文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伊，甲伊腹肚内的胎。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阮的建堂的时间，恳求主你来引带，互阮会当幸福伫你的安排、你的带领，也互阮同心合意，会当来起造上帝你的圣殿。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无论伫逐所在的遮宣教师，阮相信因拢面对极大的问题。主，恳求你赏赐互因智慧，也保守因的安全。主，阮也要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你听从阮即块土地。虽然阮只有5%的基督徒，总是主恳求你使用阮，互阮会当伫万百姓中会当诚做好的见证，会当吸引侪人来就近你。主也恳求你保守即个世界。主，阮看见遮个世界遮个国家侪战争，也是种种的灾难在发生。主，阮真毋甘。主，阮也无力会当做甚物，阮只有祈祷，恳求主伫遮个掌权者中间来运行，保守因会当有上帝你的真理，诚做因的提醒。主，阮也将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里，恳求你带领保守阮。虽然伫即个世界会面对侪挑战、侪问题，总是主恳求你，互阮无惊吓，互阮知阮是你的囝儿，你要引带阮行头前的路，互阮有安尼的勇敢、安尼的信心，继续行阮每一日的路站。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此时来吟圣诗397首，圣诗397首。吟诗后，请弹幕师祝祷，请起立。兄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